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David， 伊免来知影你要出唱片的代志啊？谁知影？哼，卖当作我会感谢伊，开钱替我出唱片，应该这条钱就算等在嘴里，免想要讨啊！婉婉，你想过无情无义啊？让 David 当在创业的阶段，伊摕遐侪钱来完成你的心愿，你竟然讲这款话！妈，你竟然替伊讲话！David 已经尽心尽力来弥补伊的错误，你搁遮尔那绝情，我感觉足凊心的。倒一天我若是得失着你，你是毋是安尼共款对待我？这不会的，你是阮妈。夫妻之情用得做到遮尔那绝，养母之恩嘛一定用得断。妈，你真正认为我遐尔可怕哦？毋是有一句话讲，恩断情绝，会当绝情，就一定会断恩。袂啦，我永远袂做出迄款代志。大箍阿叔对你遐尔好，你拄则毋是掠伊生气，无顾伊的性命危险。妈，我毋是挑过伊要掠伊生气的啦。安尼你为啥袂听恁大箍阿叔的话，去甲江阿姆道歉？你紧打电话找看卖，若是出代志，看是要安怎？阿嬷，搁无伫的时阵，我要替你抓铃，你是安怎办？你的拳头无较细，对了较无力。阿嬷，你偏心，你又搁食醋啊？我食醋。紧穿外套，还搁加济，你嘛做伙去。玉玲，出啥物代志啊？婉婉打电话来讲，大箍阿叔无去啊，叫冰冰去斗找。大箍阿叔毋是中风，行动无方便，就是因为行动无方便，毋才会烦恼啊。家姐，你转去穿一领外套，陪恁阿兄斗阵去找。少奶奶，车已经准备好啊。喂，哎，你要找谁啊？哎，喂，还拢唔讲话啦？啊，潘先生，我是周爱娜，有淡薄代志要找东东。哦，好，哎，你要找东东哦？哎，稍等一下哦。哎，东东啊，你的电话。上卡来啊！周爱娜。东东，恁大哥阿叔无去啊？免来的咧。是我惹伊生气，伊无声无息就走啊。东东啊，你人面较快，是毋是会当斗3工找伊？周阿姨，你莫着急啦，大哥阿叔伊行动无方便，一定真紧就会当找到的。啊，你应该拜一我敬爱的朋友，是毋是会当麻烦因去找啊？我熟悉的嘛无偌济，无我看安尼好啦，我请我做检察官的同学去找因，
因为因甲警方接触有较济。安尼就麻烦你紧敲电话啦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多谢你吼，东东。妈，为什么讲是你甲大块就去走的？讲是我，恁大兄就陪玛利亚。大哥姐，来，多谢，多谢。大哥姐，你哪来？好佳在这个客运车司机斗3工，若无吼，我都无在条来啊。大哥姐，我扶你来坐坐，我先去泡茶哈。免泡茶啊，我要见恁妈妈。李先生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江太太，我甲秀秀无任何血缘的关系，我是因爸母在生进前上好的朋友。我看因出事，我看因爸母甲囝儿分开，我嘛看到因兄弟姊妹骨肉分离。我嘛看到因一个啊一个拢长大成人，江太太，秀秀嫁予医病，来到恁家，凡事有淡薄仔代志，袂当互你真满意。也毋过，我以我这最后的半条命，甲你保证，秀秀绝对是一个好媳妇。虽然细汉时阵都无爸无母，伊并毋是一个无教养的查某囡仔。细汉到大汉，伊一直是一个真有孝的查某囝。疼惜伊的小弟小妹是一个好阿姊。有时阵，就连一个青云人，伊拢会付出爱心，甲伊斗3工。李先生，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希望你会当相信秀秀，伊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啊！我无讲伊唔好啊。江太太，大哥姐，你免惨我，李先生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跪来求你，我代替万万甲你道歉。上重要的，我求你甲秀秀接回来。你紧起来！江太太，秀秀搁安怎唔对？请你代念我一个半身残废的人，就互医病，甲伊会当团圆啦。义斌啊，你徛伫遐创啥？也唔紧来扶李先生。无喏，你若唔答应，我就歪起来。哎，李先生，有啥物话用讲的就好啊。你离婚遐尼大个假贵，你安尼我受当袂起啦。江太太，你唔知影我甲这几个囡仔感情，自从因老爸老母过身，我都甲因当作是我家己的骨肉。若唔是我善无在条请养伊，我绝对袂互因分开的。江太太，这几个囡仔，秀秀是上善良、上有孝的一个。江太太，我讲这个话，我敢负责。以后，假使秀秀伫恁家有啥物做唔对的，做你来找我袂要紧。李先生，你啥物拢免讲啊！我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。义斌，紧去叫一台车，咱送李先生转去，然后到娘阿公因兜，甲秀秀接转来。多谢，多谢。
多谢阿江太太。大哥姐，李先生，你会乖啊？我免行乖啊，就免行路啊。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妈，卡苏大靠阿姐转来，我就抓，以后一定听伊的话，袂搁再惹伊生气。免讲遐好听的话啦。妈，大概若做唔到代志，讲唔到话，总是咧事后反悔。讲什么以后袂安怎拄安怎？为什么你就袂事先先好好想看觅？婉婉，大可阿姊自你足细汉时阵都疼你爱你，甲你当作亲生查某囝共款看待。为什么好物啊？伊家己唔甘食，唔甘用，拢是留互你。你呢？你是安怎对待伊的？唔听伊的话，你爱生气，讲白菜来骗伊，甲伊电死。伊即马是一个中风、行动无方便的人，你搁逼大箍阿姊离家出走，你敢有良心吗？妈，我知影我家己唔对啊，我就抓，我一定会甲大靠阿姐找到。安尼你紧去找啊！大靠阿姐，大靠阿姐，我真想你。哎呦！大靠阿姐，大靠阿姐，大靠阿姐，啊！哦，恁拢走，我会家己徛起来。大靠阿姐，你的脚奈好啊？互你气好的啦。大靠阿姐，我唔对啊，我向你悔心礼啦。
真是要回失的啊！真是的，那安尼我讲的话，我一定会听，我会听。我即马家己已经会晓行路啊！你若阁唔听我的话，我就要离开这，永远袂回来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去找 David， 你甲伊讲，你爱伊，愿意嫁予伊。大哥阿姐，你要逼我做一个不好的人哦？为什么？因为 David 骂阮妈，伊对阮妈不好，我若去找伊，我嘛变成不好啊。伊已经甲我回失礼啊，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。婉婉 ，David 是倒位得失你啊？你遐尔啊恨伊，我无恨伊啊，无恨伊，就紧去找伊啊！即马去找伊哦。对，即马就去。阿王啊，即马伤晚啦，叫伊明仔载才去啦。那是拖到明仔载哦，都会拖到后日、大后日，迄都唔知要拖到当时啊！啊，毋过伊即马成功啊，我若去求伊，我会真无面子呢。你哪会知迄成功啊？我听阿仔讲的啊，伊即马真有钱，变甲真摇摆。哦，假使伊若真正变好个，安尼就煞煞去。请问你要找谁啊？你是 David？你别坐啦 ，David， 你坐啊。婉婉，进去替 David 倒一杯仔茶。David， 你坐啊。周阿姨，真歹势，遮尔晚搁来甲你交流。David 啊，安尼来遮尔录屏啊？我听婉婉讲，伊出的唱片，你阁有投资50万，那雄雄会？我无啊。David， 你讲白贼，阿仔明明甲我讲，你的温情爱我会记得，哼，我怎么要感谢你呢？婉婉，你看我这个款，敢亲像提出50万的人？David 啊，你会要话，我来做一碗面给你吃。好，多谢周阿姨。婉婉，你好好陪 David 开讲，恁已经足久无见面啦。艾娜，是谁来啊？ David 来呀啦！哦，也拄好，讲人就到啊。也毋过 David 无像婉婉讲的遐尔啊成功，哦，伊人看起来足有屁的呢。免那会，我感觉伊阁真有志气啊。婉婉，你敢会记得有一摆，我请你去餐厅食饭的时阵，有一个卖奖券的查某囡仔，请你甲伊买奖券，你同情伊，一出手就是1000块。你的意思是，嘛希望我同情你？请你借我淡薄仔钱，敢好？
我巴肚枵是无要紧，也毋过阮妈妈年岁遐尼大，伊袂堪你枵，伊老大人已经2天无食饭啊。David， 你哪会遐尔无路用？一个查甫人，连妈妈拢饲袂起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这尔无出头。这段时间，我无要插你，就是希望会当记起你的斗志，暂时莫想咱的代志，专心开创你的事业。想袂到。David， 你实在是让我足失望的。我全部的财产，敢若剩4000块。多谢。有够无？假使无够，我再甲阮妈摕。唔免啦。我来走，我无面见大花姐，请你替我家己问好。David， 我去甲阮妈摕一寡钱，互你早回去。婉婉，一口鼎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David， 我去甲阮妈摕一寡钱，互你早回去。婉婉，我不爱地钱，我只要你嫁互我。婉婉，请你嫁互我，好不？我甲阮妈妈足想你的。当初咱的海誓山盟，你拢袂记一下。我记得真清楚。那你为什么不爱甲我团圆？敢讲你变心啊？我都无变心呢，我只恨你唔知影拍拼。假使你若真正爱我，你就爱有出头。为着你，我一定会有出头。David， 我予你1年的时间，等你事业成功，咱再正式隆重的结婚。多谢。唔免1年，明仔载恁就当举行婚礼啊！多谢大花姐的成全。David 啊，紧甲聘礼送过来啦！
秘书，我是董事长，麻烦你通知总务科长，请伊给我要用的结婚聘礼赶紧送过来。好，所在伊知影，请你愈紧愈好，多谢。臭 David， 你靠！你为什么骗我？你这害的！我唔是刁工的啦。讨厌，为什么骗我？我唔是刁工的啦。讨厌，唔是 David 在骗你啦，是我叫伊爱安尼甲你试探的。是毋是你去找 David 替伊想的后步啊？什么咧后步啊 ？David 来啊，婉婉答应甲伊好好结为夫妻，这哪会算是什么后步？这敢若你想会出来啦。我看婉婉出世大汉，伊咧想啥？我了解甲真清楚，嘴较硬啊，也毋过啊，伊的心是真软的，唔敢看到别人可怜呐。我教 David 这招吼，佫真有效哦。我即马才知影吼，婉婉伊遐有诶无诶吼，拢是甲你学诶啦。迄才有鬼咧！哦，你去过港家吼？你哪会知啊？你在想啥？我敢讲我毋知。婉婉伊唔肯去，只好我这个残废的人去啊。你哦，为着婉婉，什么代志拢肯做。大看姐，你真牛呢！原来是你甲 David。我若是无教 David， 恁两个要来好好啦。大看姐，别人拢是为着家己的人，你竟然叫 David 来骗我，你这什么意思嘛？婉婉，大可也只是为着你好啊。哼，叫 David 来骗我，佮讲是为着我好。婉婉 ，David 已经看好日子啊，后个月你就是张家的新妇咯。大看姐，是你要我嫁给 David 的哦，毋是我无良心，甲你放入去嫁人。你是黑白咧讲啥？你拄则讲的迄句话，敢若真唔甘我去嫁人哦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阮搁较唔甘，嘛袂用留你一世人伫厝的陪阮啊。无安尼啊，叫 David 互咱招就好啊。莫搁闹我啦，婉婉。我希望你结婚了后，都爱较规矩的做一个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。啊，搁有爱知影勤俭持家，绝对袂用乱开钱。都亲像顶一摆摕到5万块，迄一单股就开了了啊！准讲David吼，搁较熬趁，伊嘛无在条饲你啊。大看姐，我是为着要友好你甲妈妈，我才开这么多钱的呢。逐工拢为着这件代志咧细细念。好啊，较早去困啦。东东明仔载开庭，叫咱去听看卖，唔通困过头啊。手足，骨肉亲情，这是人世间一段无法度割舍的感情。过去生，伊当年会犯法，主要嘛是为着伊的小弟小妹。这几年来，伊受尽风霜，食真侪苦，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找找失散多年的小弟小妹。这种心情，这种艰苦，谁拢会为伊感动。谁若听到，拢会感动到流目屎。丁兄，骨肉团圆，手足长久，这是千万人所希望的一个结局。所以，我请求丁兄体谅民情，互各界兄弟姊妹做伙生活，会当团圆。
阮非常同情过家兄弟姐妹的遭遇，我也承认，手足结开，骨肉分离，是人间上界凄惨的悲剧。也不过，阮认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鸟啊，若是大食了后，最后嘛是要靠家己。 飞伫咧广大的天顶，兄弟大汉了后，伊嘛会家己去发展家己的事业，建立家己的家庭。当初过继新，甲小弟小妹寄托予陈光辉、王金海，因对着过继英甲过继美。 已经建立真深的感情，给因上好的教育环境，在因中间嘛建立了真深的亲子之情。今嘛，伊竟然要求定上收回对小弟小妹的监护权。请问，假使若变成事实，过继新。 伊是一个西药的推销员，逐工四过走。伊要安怎像地王两家同款去照顾伊的小弟小妹？伊甲小弟小妹寄托予地王两家，如今我言理无信，要求收回监护权。假使人人拢安尼，请问，这天下遐个有自卑心的人？ 有这种爱心的人，什么人敢搁再去收养别人的子女？什么人搁愿意付出爱心？定上，阮要求各未成年的过继美、过继英，交予会当好好请养因的人，互因成为社会上有路用的人，互因上好的教育环境，互因成为将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好公民。 定上，阮要求各未成年的过继美、过继英，交予会当好好请养因的人，互因成为社会上有路用的人，互因上好的教育环境，互因成为将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好公民。各位，在本案判决进前。 我想要甲各位讲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往事。在15年前，阮爸爸因为意外来过身，阮妈妈嘛得到绝症。伫咧伊过身进前，甲阮兄弟姊妹5个分送予5个无同的家庭来收养。迄个时阵。 上大的阿姊15岁，上细汉小弟才3岁。迄种骨肉离散、生离死别的痛苦，还有迄种无法度形容的伤心，互我怨愤，互我不平。为什么天公伯要这么残酷？为什么要夺走我爸母的性命？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？ 阮妈妈过身了后，我的大姊无惜一切，将阮这小弟小妹讨回去，互阮会当骨肉团圆，搁生活做伙。也毋过伫阮互收养的一段时间内面，阮都已经甲家己的养爸母建立真深的感情。中风以后的兄弟姊妹。 毋仅是生活困苦，而且大家拢会怀念着因的养爸母，所以到最后，
阮又搁转去养爸母的身躯边。15年来，阮并无因为生长伫无共的环境内面，互阮的手足之情变较薄。今仔日，我请我大姊、甲小弟小妹拢来到遮。当时因的养爸母、阿公阿嬷嘛有来。阮5个囡仔，使阮这5个家庭拢会当合作伙，变成一个和乐安详的大家庭。大家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。郭继新，我即马讲这段往事，只是提供互你参考，绝对袂去影响到判决。即马，我请你回头看卖阮的大家庭。即马本定要判决，小等者，我放弃，阮小弟小妹甲无关，只要因会当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，我愿意永远袂甲因见面。哥，只要恁过得好，哥，哥一定会永远想恁的。其实，你不管是拢会来找纪阳。你不管是拢会当来看见你，多谢，多谢。这是我上届希望得到的结果。依边，今日是礼拜。外口天气真好，有啥物无爱出去行行的，定定就咧房间内创啥？你是毋是伫咧想秀秀？查甫囝爱有胆量，想就讲你想。我就想伊的。我就知影你是伫咧想伊。若是我无逼你，你也毋敢甲我讲实话，对无？我无想要互妈妈你心烦。你就是妈无介意秀秀，所以你都唔敢讲你想伊。妈，你辛辛苦苦甲我请养大汉，我会当了解你为我付出的心血。妈，我能力唔是真强，伫咧物质上，我无法度互你伤过享受，也毋过至少。我无应该伫精神这方面增加妈你的困扰。所以这10几年来，你对我非常友好，非常听话。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。我真正无白听你，依边。你既然遐尼听我的话，假使今嘛我要你甲秀秀离婚，你敢会照我的话去做？妈。戆囡仔，像秀秀遐尼好的新妇，我是点灯火嘛找无第二个，我哪会敢？依边，你陪我到娘家去甲秀秀接转来。嘿，我讲的话你有听到无？也毋过，秀秀因阿嬷提出来条件，我承认我用的方法有毋对。我会向因道歉。妈，
我无希望你受到委屈。啥物拢免阁讲啊！你紧去换衫，我伫咧客厅等你哈。你要出去会用呢？先甲我送去养老院，有人煮花食，你爱去倒位就去倒位。煞去啦！拄则结婚的新娘啊，袂用去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，探病嘛袂用的。妈，这是我的薪水。恁学校散家，连薪水袋仔拢无，该互你偌济，我会替你分配好。妈，我已经是讲家的人啊，我希望你会当原谅我的唔对，会当入讲家的门，是咱有缘分。妈，我一定会打拼学，做一个真正属于讲家的人。阿公、阿嬷，请入来。妈，是的。秀秀，我一定做一个好媳妇。你本来就是一个好媳妇，起来。我拄咧想要甲义斌去接你。多谢妈，阿公阿嬷，因就是惊劳烦你老大人，所以专工送我转来。青哥，请坐。阿公阿嬷，啉茶。秀秀，妈，我免啉啊。义斌伫咧房间内等你，你紧去。嗯。其实我拄要带义斌去恁兜接秀秀转来。秀秀，阿公甲阿嬷送我转来。好甲在阮早来一脚步，啊若无就拄袂着啊。青哥。义斌爸爸真早就过身啊，阮两个母仔囝，确实有一段日子过了真艰苦，所以我对义斌的管教非常严格，不准伊有半点的错误。我对秀秀嘛是同款，任何一个查某囡仔做阮兜的媳妇，我拢爱真严格甲伊管教，因为义斌的个性真软弱。事事项项拢爱我靠我一定爱训练一个十全十美的媳妇来代替我的位，安尼将来因才会袂吃苦。我是感觉你应该放手，互伊平独立，莫甲当做是永远拢袂大汉的囡仔同款。等伊平会当独立面对一切，经过各种的磨练甲考验以后。伊平才会当变做真正的查甫囝。经过即摆的代志，我想通啊，我无应该逼囡仔照我的意见去过日子。安尼就对啊！少年人有因家己的思想，应该就要互因好好啊去发挥。我以前苦甲惊，所以才会疑神疑鬼，定定为歹的所在想，难免腹肠比人较矮淡薄啊。今嘛，我诚心诚意向两位道歉，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好好对待秀秀。我嘛有唔对，无那亲，我不敢当，这是我的唔对。好啊好啊，即马代志总算是过去啊，谁嘛莫阁追究讲哦是啥物人的唔对啦。我是感觉上重要的还是因两个人的感情。
结婚啊，因采取的是古式的结婚仪式。新郎穿长袍马褂，新娘是凤冠下披。分散至各个家庭的兄弟姊妹，嘛拢赶来参加这个婚礼。弯弯嘛结婚啊，新郎犹原是David。这一摆是正式、非常热烈宴请亲友。东东甲嘉莹生一个查某囝，2冬了后，刷落来又搁生一对双生的后生，一个姓平，一个姓王。东东精打2家，香火会当延续。遮尔侪年的心愿嘛已经达成啦。秀秀，伊嘛生一个后生，江太太伊的面嘛展出人孙的欢喜。妈妈水来啊！哦，就乖，就乖哦。乖囡仔，莫哭哈。莫哭，莫哭。哎呦，莫哭，莫哭，乖。妈，过来，我来了。来，乖乖啊，哈，乖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妈，真实的哈，学校临时爱开会，我等下较晚，我即马就来煮饭。饭我已经煮好啊，等伊平转来，咱就会用去食饭啊。